最近这段时间，对顶关税风波，互国际金融市场嘛，跌咧起起落落，真无稳定。有袂少做投资的，就改买黄金来减少风险。因为顶礼拜黄金的价销是已经称价3200以上的美金，是有史以来上贵的。而且嘛，因为关税政策，致使出现全球经济衰退的几率，能源的需求嘛跌咧减少，价销嘛跌咧落。即嘛一桶原油可能是无甲50块的美金。 国际油价继续落，台湾中油公司宣布，10零时开始，国内汽油、柴油每公升价销各自落9角价1块4角。对此有投顾专家分析，最近原油价销受到国际环境因素出现真大波动。像美国总统川普鼓励开采原油，用控制油价来假设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不过川普对着多国来实施对顶关税政策，虽然暂慢实施90天，不过伊原加深全球的市场对着经济衰退疑虑，也有对原油的需求。 不过，国际油价底线也是维持伫较低价销。还是要看整个欧佩克国家对于产能这边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态度。至于说会不会直接这样子跌破这个50美元哦，这个可能还是要观察的。 不过，金价强势拄好，甲油价相对并。黄金现货收盘价11每盎司3236块美金，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专家认为，川普就职了后，国际金融市场无稳定，然后各国央行继续扫货，对顶关税之乱也互袂少投资人甲避险的资金流向黄金的市场。 买卖都有增加，有一些是因为股市的关系，关税还很不明确，所以要等明确以后，它才有可能说停滞下来。专家指出，这阵对油价起价不利的因素较多，国际油价较会落、较歹起。也若金价虽然是继续升悬，也毋过提醒投资人，若进入场买黄金，有关风险甲无确定的因素存在，投资人必须要注意这个风险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